城門河一日遊，今日係3月17號啊，平日啊，好多雀仔啊，飛來飛去啊。呢度有人唱歌。雀仔滿天飛，雀仔啊，唔知係咪都未食啊？城門河啊，新城市廣場啊，希爾頓啊，惠景園啊，新城市廣場啊，沙田中心啊，沙田廣場嗰邊啊，呢邊就係望向瀝源啊，同埋啊富豪啊第一城方向啊，呢邊就望向文化博物館啊，有個車添，環境好優美啊！呢度有間農舍啊，有農耕嘅，唔知有咩玩呢？呢間農舍有電話預約啊！我去睇下有咩玩先。呢間農舍，好難先揾到有個農舍啊！有小朋友耕田嘅體驗啊，有啲親子活動啊，扮公仔啊活動啊，整嘢食啊，有興趣啊可以參加下呢個農舍啊，電話查詢喺下邊6935 4808。過嚟呢邊睇下，有講真大屋嗰啲歷史啊，真大屋嘅歷史啊，喺度有講啊，創辦人啊，曾冠環啊先生啊，真大屋啊，下邊就係真大屋啊，或者沙田現存最大型嘅、最完整嘅圍村啊，下邊就係全貌啊。點樣去就係睇下邊嗰個地圖啊。3係我哋而家現時嘅位置啊，向下行就可以行到去真大屋呢個位置啊。前邊呢度睇下先，呢度應該有間神召學校啊，係真係耶穌啊，哇！香港教會喎，香港聖經研習中心啊，原來喺度都幾大喎，佢呢個地，前面仲有好多
不過冇人。呢度有人唱歌啊！對住個河嚟唱歌，呢邊有個遊樂場，入去睇下有咩玩先。哦，有線滑梯啊！有人喺度玩健身，有啲人喺度坐喺度休息。哇，好勁呢個人，唔錯啲環境。小朋友嚟玩都幾好。呢度有個地圖啊，講解呢個遊樂場。咦？有廁所喎，喺邊度咧？廁所？哦，喺呢度。而家先知道有個廁所，白色嗰個就係廁所。然之後返咗嚟沙田公園。我係希爾咁入呢個沙田公園，跟住再入商場睇睇。即行去到尾，跟住就右轉上沙田公園。呢度跑步都唔錯。突出路口轉右入沙田公園，落隧道又去文化博物館。而家我哋就入沙田公園。沙田公園門口入啊！好，一路繼續行。行到前邊路口，可以轉咗上。見到綠色垃圾桶，轉咗。呢度有個垃圾桶，轉咗啦。跟住沿住呢條路行返落去，呢度就係呢個位。見到條仔啊，攞條仔就得啦。行呢條，行呢條
隻嘅，靚啲，好大啊！有人工瀑布啊！翻啦！呢個啲凳啊，可以坐啊！繼續上，好啊！繼續上，呢度都有條魚入去，都唔分得上。走。呢條橋，再上就可以去希爾頓。好啊！呢度有條橋啊，入希爾頓啊！呢度就係入希爾頓。好啦，嚟啦！今日拍攝就到呢度。